如果你問我《世界奇妙物語》入邊最中意邊一個故事，我一定會回答你基數。當年我就因為睇咗呢個故事之後呢，先迷上咗呢個系列。基數點解咁有吸引力？或者你睇完呢條片就有答案噶啦。故事開始，我哋嘅男主角需要去一個叫中目丁11丁目嘅地方。佢嚟到巴士站，確認巴士信息無誤之後，佢就開始等車。好快，巴士嚟咗。大家都開始上車啦。上咗車之後，男主角發現咗一個好奇怪嘅現象，所有嘅乘客好似約好咗咁樣，冚唪唥坐晒去右邊嘅單排座位上邊，而左邊嘅座位呢都冇人坐嘅。男主角正喺度疑慮嘅時候，佢聽到咗後邊一位女子喺度講緊電話，但似乎呢好似喺度講緊俾男主角聽嘅咁。坐喺邊呢？男主角15、16左一輪，都係坐喺左邊嘅座位咯。而身後邊嘅黑衣女子隨後坐喺8號位上邊，之後陸續上車嘅乘客呢，都一樣坐咗喺右邊嘅座位上邊，成條拉就吉出咗個7號位出嚟。呢個時候人似乎都上齊啦，但係司機都仲唔開車，大家似乎都喺度等緊男主角坐過去咁。男主角終於亦都忍受唔到俾人夾住嘅感覺，於是呢就只好乖乖咁坐去右邊嘅7號位上邊。佢啱啱坐低啫，巴士就開咗出去啦。好快，一丁目到咗啦。1號位嘅女乘客落咗車，佢仲回頭望咗一下，好似依依不捨咁樣。巴士繼續行駛，坐喺3號位同4號位嘅兩位大叔呢，一路都喺度傾緊閒偈。從佢哋嘅對話中得知啊，佢哋似乎係鄰居嚟嘅。講下講下，2丁目到啦。坐喺2號位嘅男人落咗車，坐喺男主角前面嘅係一對母子。細路仔問佢阿媽：今晚係咪可以見到爸爸？媽媽就話：你聽話咪得咯。好快，3丁目到站，坐喺3號位嘅大叔落咗車，但係坐4號位嘅大叔又冇落車。奇怪啦，佢哋唔係鄰居嚟嘅咩？點解唔喺同一個車站落車嘅呢？之後巴士到咗4丁目，毫無意外，4號位嘅大叔落咗車。呢個時候男主角開始覺得有啲 QK 啦。點解佢哋個個都係按照順序落車嘅呢？坐幾號位就喺幾丁目落車，咁啱嘅咩？呢個時候車內響起咗5丁目即將到站嘅提示。坐喺男主角前面嘅男仔正準備去撳鐘，但係俾媽媽喝止咗。媽媽話：你仲未到站啊！之後自己又撳咗落車鐘，然之後自己一個人喺5丁目落咗車。男主角睇到 O 晒嘴啊！喂，出邊黑媽媽，你就掟低個細路仔喺車度自己走咗去？同時佢自己亦都好好奇，下一個站就係6丁目啦，唔通？果然如佢所料啊，車一到站，細路仔就落咗車。同時男主角亦都緊張起嚟，前面嘅乘客都係按照順序落車嘅。巴士又馬上到7丁目啦，自己嘅座位啱啱好就係7號，但係自己嘅目的地係11丁目，應間要唔要落車呢？男主角回頭望咗一下，發現後面嘅乘客竟然都喺度望緊自己。7丁目到啦，男主角好唔情願咁撳咗個鐘。就喺男主角坐低冇幾耐呢，8號位嘅呢個女仔竟然企咗起身，一邊講住電話，一邊落咗車，口中仲話：放過我啦，點解係我嘅？巴士繼續開，之後喺8丁目同埋9丁目相應座位嘅乘客亦都落咗車。佢哋落車之前仲不懷好意咁望咗下男主角。下一站就到10丁目啦，車內嘅乘客亦都只剩低男主角一人。
今次唔會有人落車啦啩？點知道喺冇人撳鐘嘅情況之下，落車鐘竟然自己響咗起嚟。巴士喺十丁目呢個站停低，車門打開，冇人落車。司機竟然擰轉面望住自己，男主角緊張到合埋雙眼。大佬，早知道我就唔搭呢班車啦，咁鬼刺激！但係當佢再次擘開對眼，佢先發現司機竟然自己落咗車喎。故事到此結束。關於呢個故事嘅解讀，網上有好多個版本，目前最主流嘅有兩個。第一個係偶然論，喺片嘅開頭呢，主持人已經俾過一啲貼士噶啦。佢用基數同偶數嚟比喻生活中遇到嘅事。如果覺得件事係不可思議嘅，你可以認為佢係偶然嘅；如果你覺得呢件事超出咗不可思議，覺得佢係無法解釋嘅，咁你可以認為呢一件事係一件奇事。不過有時候就好似偶數加一就會變成基數一樣，偶然發生嘅事喺某啲因素作用之下呢，就會變成一件無法解釋嘅奇事啦。從男主角聽到女人講電話開始啊，佢就俾咗自己一種心理暗示，好似個個乘客呢都要按照順序坐喺右邊嘅單人座位上邊，但實際上嗰個女人講乜嘢嘢根本就同座次冇關。之後男主角就不斷喺一啲偶然事件上面加一，令到事件最終演變成咗一件奇事。首先上車之後，所有人都坐喺同一邊，呢種事情雖然係偶然嘅，但喺日常生活之中發生亦都不足為奇。而且男主角從一開始就坐到咗另一邊，本身呢件事係唔會發生嘅，但因為俾人望住，再加上前邊嘅心理暗示，疑心生暗鬼，佢又坐到咗右邊嘅單人座位上邊，最終促成咗所有乘客都按順序坐喺同一邊呢件事情嘅發生。咁一開始右邊嘅細路仔同後邊嘅人點解要望住佢呢？大佬，細路仔嘅好奇心係比較重嘅，而男主角單獨坐喺另一邊本身就顯得比較突出一啲，所以細路仔望佢都係好正常嘅。同理，由於前邊只得男主角一個比較突出，而坐喺後邊嘅人呢，本身朝向就向住前邊，再加上男主角好似神神化化咁，唔睇佢自奇啦。咁人到齊啦，點解車仲唔開啊？佢哋搭車嘅地方係起始站，一般起始站呢係按照時間發車嘅。時間到咗，自然就去發車，並唔係因為男主角坐咗過去先至發車啊，又係男主角將發車時間同坐啱位置聯想咗起嚟啦。OK， 下邊到咗乘客按順序落車嘅問題，一樣，呢件事就係偶然事件，雖然發生嘅概率好低，但係仍然都有可能發生。至於3號位同4號位嘅兩位大叔，點解唔同時落車呢？從佢哋嘅對話中得知啊，雖然係鄰居，但其中一個後嚟搬咗屋，所以佢哋會喺唔同嘅車站落車。5號位同6號位嘅呢對母子，細路仔問佢媽媽晚上可唔可以見到爸爸，好大可能呢係呢個男仔本身就好少見到佢爸爸，比如離婚呢種情況。平時佢哋習慣喺五丁目落車，所以細路仔呢先會喺五丁目即將到站嘅時候就想撳鐘。但係今日呢，佢哋約好咗俾個細路仔同佢爸爸見面嘅。爸爸會喺6丁目接佢，所以媽媽呢就提前喺5丁目落車，所以個細路仔啊到咗6丁目先至落車，跟住就到男主角啦。佢要去嘅係11丁目，但係佢坐嘅係7號位。按照佢自己幻想出嚟嘅順序規則，佢係應該落車嘅。喺一種心理作用之下，佢掙扎咗好耐，撳咗本身唔應該撳嘅落車鐘。於是司機停車啦，但係佢自己又好驚，於是縮沙跑翻去最後嗰一排。呢個時候，全程煲電話粥嘅8號女仔先醒起自己到咗站啊！至於佢講嘅嘢，當然本身就同男主角一啲關係都冇啦。而事實上，到8號位黑衣女仔喺7丁目落車呢度呢，按順序落車呢個規律早就已經被打破啦。至於其他乘客神憎鬼厭咁望住男主角，其實原因都唔難解釋啊。你撳咗落車鐘又唔落車，成個黐線佬咁樣，喂，人哋要翻屋企睇真情嘅大佬。至於巴士最後點解會喺10丁目停低？從最後嘅遠景鏡頭啊，我哋可以發現巴士係打住危險警告燈嘅，講明巴士係發生咗事故，司機咁肯定會落低睇下發生咩事啦。只不過呢，故事發展到呢度已經係一個基數，後邊嘅劇情拍出嚟肯定就冇咁過癮嘅。如果要拍，肯定就係巴士公司咧派人過嚟維修，或者男主角用其他嘅方式到達咗11丁目。對於以上嘅解釋啊，肯定仲有瑕疵嘅地方嘅。但係呢個版本嘅解釋呢，係目前被眾多網友接受嘅一個版本嘅答案，即係成件事喺本身就好偶然嘅情況之下，俾男主角嘅一番操作呢，令到事件更加離奇。
另外，亦都有人從日本社會過於循規蹈矩、墨守成規呢個角度嚟睇呢個故事，咁亦都係一個比較深穎同埋合理嘅解讀。故事入邊嘅乘客呢，似乎都能默默遵守住一套呢冇人會明講嘅規則，坐幾號位呢，就應該係幾丁目落車，冇人會去質疑，亦都冇人嘗試改變。男主角原本只係諗住咧按照自己嘅目的地去11丁目，但因為坐喺7號嘅座位，不得不面對呢套無形嘅規則。當佢最終選擇唔喺7丁目落車呢，亦都意味住佢成為咗成架車上咧唯一一個試圖打破規則嘅人。從呢個角度嚟睇，故事或者係嚟諷刺緊一種過度強調秩序嘅社會環境。規則固然能夠維持穩定，但當所有嘅人都習慣服從既定嘅規則時，個人嘅選擇同埋創新空間呢，亦都會受到限制。甚至當一個人試圖突破常規嘅時候呢，反而會受到周圍嘅人嘅另眼看待啊。男主角最後無法到達11丁目，亦都可以被理解為係破壞規則嘅懲罰。如果係咁呢，當一個人被既定嘅規則束縛嘅時候，究竟係應該勇於突破呢，定係應該選擇服從呢？呢個係一個值得思考嘅問題。以上就係眾多網友比較認可嘅兩種解讀。此外，呢個故事仲有人從死亡巴士、投胎論等呢啲角度進行解讀，不過個人認為呢就比較離譜咯。不過有興趣嘅朋友呢，不妨都可以揾嚟睇下噶。好啦，本期嘅節目就到呢度啦。對於呢個故事你有任何嘅睇法，都歡迎你寫低佢。我係 Kevin，你下期節目再見啦，拜拜。